我叫阿娟，係一個平凡嘅港女，由細到大性格都比較就得人，唔中意同身邊嘅人有衝突，所以好多時就算覺得委屈，多數都只會收埋喺心。30歲嗰年，我身邊幾乎所有朋友都進入咗人生另一個階段，結婚、生仔、買樓。嗰年呢，我做咗20次姊妹，幫朋友着婚紗、拎花球、擔遮出門，見證住佢哋一步一步行入婚姻。同一年，我同拍咗4年拖嘅男朋友分手，唔係因為出軌，唔係因為有第三者，而係佢實在太煩，成日控制我，好似想搵個籠困住我，搞到我抖唔到氣。分手之後，心直口直嘅老豆喺我面前同媽咪講：個女有分手牙，因住千揀萬揀，揀住個爛燈盞啊！其實唔係我想揀啊，係每次拍拖去到男朋友想結婚，但我真係未想，所以分手好似唯一選擇。由嗰年開始，我一直都係單身，直到俾一個叫《剩女愛作戰》嘅節目影響下，我的起心肝，決定要揾翻個另一半。婚姻介紹所、約會公司、交友 App， 我全部試過，date過唔少人，中西日韓都遇過。最後我響交友 App 識到我而家個老公阿強。阿強外表係一個公子，俾我第一個感覺係穩重、有禮、肯聆聽。佢響銀行做高層，月入算係中上。佢同父母、細妹一齊租住喺1000幾尺私人屋苑。強爸同強細妹係返全職，強媽係家庭主婦。阿強唔食煙唔飲酒，生活穩定有規律，對我好細心。我覺得自己終於遇到一個可以認真諗將來嘅人。拍拖幾個月之後，阿強叫我去佢屋企同屋企人一齊食飯。飯後大家坐喺客廳睇電視，氣氛其實幾舒服。突然間，強媽同強妹拎咗一堆舊手袋出嚟，對住我話：呢啲袋我同強妹都唔要噶啦，你拎去用啦。嗰刻我有啲愕然，唔知點應對。為咗唔好令到場面尷尬，我拎咗一個，講多謝就算。走嗰時，阿強表現得好唔好意思咁同我講：唔好意思啊，我都唔知點解阿媽同阿妹會咁。之後嗰個袋呢，就一直放響阿強嘅車尾。我諗唔明點解佢哋會將自己用舊咗唔要嘅嘢俾人。咁當時我諗唔通係因為佢哋當我係屋企人啦，定係佢哋自己唔要，但係又唔想掉，所以俾我諗極都唔明。日子耐咗，當我同佢哋相處多咗之後，我就明白佢哋嘅邏輯係點。